好，咱开始。好，即好下迄段，咱顶摆嘛是读了啊。好。咁咪为后一段，就是单力是啥物意思？单力唔知。单力。看后壁敢有线索好。好，咱先看哈，咱先。为着传道理，该牧师常常拄着人的阻止，好，假模好，甲攻击，总是虽然攻击是第四条攻击，甲攻击，攻击，总是虽然伫危险的中间，伊也无力打。好，力打，来查一个好啊。安尼我知影意思哈。单力就是单力就是畏惧哈。咱来。咩单力是畏惧单力？学单力咁畏惧，等就歹势，咱可能唔是，我用唔对，咱来查看觅。咱来查看觅哈。是大胆，迄个胆是大胆的意思，大啊，力就唔知影，胆啥物？好，八声嘛吼，单力。无即个。力第八声，第八条，好，系啊无。伊是单力。你嘛唔知影力是啥物？胆力，敢是安尼？大胆甲力量。单力无收，好，后壁讲力胆。力胆是啥物？力胆，伊也无力胆，即无力胆就是了，就我讲的畏惧吼。无力胆。好，即无共的，即力胆是第四条，单力是第八条，迄个力。好。好，力胆啦，了解意思。伊也无力胆。力胆惊了救赎哟，就是惊就对啦，叫做力胆。力胆吼。力胆嘿。奥多罗伊德。你无分享你的画面？反正。力胆。嘿，是。驚いて父に上がる。これ就是驚啦吼。是。驚了救贖吼，驚了救贖。這是力膽。膽力，我本來想講嘛是相款意思啊。膽力。因為就是膽就是膽。嘿，是膽就膽，這個文白音的差別。應該是啊吼。我看查這個漢字吼。膽就是膽量。我想你講膽，好膽。膽嘛，攏是講這個漢字嘛，就是講就是膽這個的。嘿。文讀音是膽。你加有。看未？你看到無？嘿。膽力，原來是這咁是。好。膽力就是好膽。好膽，好膽，就是勇敢。好，了解。等一下，我來記一個。好，膽力。喝點加水。膽力就是好膽，好。睇啉水的時間，我來甲伊記起來。
南绿原来啊，这个是安尼。南绿的绿甲绿党的绿是无共意思哈，我拄则甲当做是共一个意思。呵呵，南绿，好，南绿，南绿，好，记好啊。嘿，好，好，咁要继续读后壁的。继续。好，有一摆伫三角影咧传道理的时，互一个歹人捡石头十束滚动定伊，哇，足坏，呵呵。伊也是十束滚动吼，定十束伊啦，我滚动这个定，这个声调无去嘿。伊个第三，这是第三声，好，我记起来。定，好，定伊，好，定伊，伊也是第一声哦。伊嘿，毋是伊啊，伊。我感觉我睇是第一声，定伊，嘿，定伊，呵，嘿，定伊，嘿对，嘿。伊也是刷集团，了解继续意思。唔知影为虾米唔是第三条刷集，感觉应该是刷集拍唔对，我咧想应该是太薄，因为无可能读做刷，所以讲刷第七条无继续的意思，连刷。嘿，刷，敢有这个字刷？啊对，应该字典无修，第二典是无修，第二典修的是第三条刷集才对。刷是刷，这个刷叫刷好。无继续迄个意思。应该是拍唔对字啦，吼，太薄去啦。第三条才对，好。对，就是太薄，唔知按怎太薄法，应该是刷。刷的，为什么第七条变第三条才刷？系啊，才刷。当然买当讲刷集吼。刷集有第二点有修这个数。对。刷集好，伊也是刷集团。刷集团。哦，刷集团。好。所以讲刷集是一个 adverb。你 adverb 一定要含你后边形容的迄个动词爱连做伙。我叫刷集是一个动词呢，唔是哦。应该是拢有动词加复数，应该是伊个安怎讲诶？刷集做。刷集做啥物代？所以后边对，嘿，是组合，所以爱变调。对，所以你爱甲伊 modify 迄个词，爱甲伊连做伙来读，安尼才会使。好，了解。刷集团，好，搁一摆伫艋舺港，这个所在敢若变调，艋舺港。因为会变调，因为是连做伙艋舺港。艋舺港，伫艋舺港，青人来拆拜堂。这个青敢是拍唔对字，敢是爱第二声青人。咱先理解到底伊伫讲啥意思吼。青人来拆拜堂，煞为伊。拆拜堂，煞为伊是啥物意思？拜堂，拆拜堂。咱煞先莫读，先拜关后壁煞你创啥吼？拆拜堂，咱知嘛吼？青人来拆拜堂，嘿，是啥物意思？是毋是讲规请人讲请工人来甲拜堂拆掉？无可能有人要请人拆拜堂啊！是为虾米？那这句话是讲啥物意思？
我因为即做台步，我就惊讲是因为台步，所以我才想讲，咱摇看嘛什么意思吼？搁一摆伫网甲讲，请人来拆拜堂，我是想讲，若无台步，就是我若是无可能是拆拜堂啊，就是拆甲拜堂的什么所在拆掉，爱重新做，敢是即个意思？就是整修要先，我即嘛嘿啊，想迄款因为即拆拜堂绝对是教案。教案是啥物？教案啊，教案你捌睇？哦教案就是教会攻击教会案件。是哦。所以讲就拆拜堂，我想到是教案，我毋是想到讲啥物要来整修教堂，无即回事啦。我相信一定是教案。但是都查一下教案。等下，为什么教案爱请人来？所以我讲毋是请，我毋是请。这毋是请，甲毋是请意思。嘿。等下，咱先看有教案即个事无吼，因为即个教案是华语来，我看咱有嘛吼。教案日语来的，所以是日本人就是。当然，我相信日本人嘛是有教案，我知影有啦。教案。我了有伫后壁，敢若有迄个知影，有较即个咧讲的意思有较明显。后壁讲是亲像一个罗马迄款的代志，要来迄个，要来甲即个牧师冤家。对，嘿。所以千人就是几千几百人。几千几百人。所以讲人敢有罗马迄款的意思？你讲千人哦？人嘿啊。无啦，无罗马无即个意思啦，无千人无即个意思。千就是1100迄个千嘛。千人要来。所以种真贵一大群人。对，一大群人要来拆拜堂，吼。是要来拆拜堂啊！煞围伊煞围就是甲伊围起来安尼，对无？好，安尼就了解意思啊。所以我相信是无太破，只是意思爱较理解好。理解做讲几千人、几百人，吼。当然要拄几千人是，迄真正最恐怖者，几千人遮侪人对吼。好，继续。后一画牙青是画牙青，牙表啊，牙刀。毋是表啊，就变手表 watch 吼。表啊，好，牙表啊。表就是标枪迄个标吼，表啊。表啊，牙表啊。好，牙表啊。也有人背刀入活来背，只背，敢若变调背刀。即个活刀，敢是活刀的意思？我从来拢讲背刀，袂讲背刀吼，所以我毋知影即个到底是倒位毋对去啊，咱来查看觅背。还是第八声第八调？因为我感觉阮拢读。是第二底是首第八调啦，嘿。是哦。嘿啊。所以就是背刀嘛，所以变调。无对嘛。是伫遮写调。歹势，安尼吼。背嘛吼，所以是背刀嘛。嘿啊，即个实在是真侪太破声调。好，话即个第八调好，有人背刀入过来，伊也是无走。应该是读做，我看觅，我读过读做有人背刀。嘿。即个入是本调是入。若今仔日要说入活。伊入即个声调，敢是读做入活来吼，入活来。过来所以讲即毋是进入什么所在，进入教堂是入的意思。是做主做干迄个意思。
我拄则想讲是入来的迄个入，所以讲伊也是入我来。因为台步佫足侪，咱有时啊看，有时啊，所以讲即个入是台步，即个入是正音。嘿，正确。我有时啊半看半摇，就爱佫小摇讲是毋是啥物意思，所以我有时你若看高一个入是做干吼。哇，系对的意思。所以今日若无台步入我来才对吼，迄个读法爱读做变调。应该是无台步有即个意思，意思嘛是正确，嘿，有符合。好，入我来，好，伊也是无走，看行话拢无采工。好，迄个行话是啥物？看行话。宣话迄个意思吼，但是迄个汉字我无甲唱做汉话嘛，吼。好。话哦，看行话，大声诶，恐吓要安怎讲？毋知。迄个恐吓迄个喊吼，恐吓喊是叫恐吓吼，毋是喊吼。喊，嘿，喊吼，行话。迄句解说迄个词恐吓要安怎？台语要安怎讲？行话，等下我找倒去。我迄个原文则无去，歹势我等下佫点开一下。第几啊？第十几啊？13。第18页。我是恐吓，大声恐吓。OK，行话嘛吼。嘿。看行话拢无采工。行话你的问题是啥？是迄个第二点，迄个行话的解说是大声。我拄则毋知影迄个后壁迄个汉字词是啥物，要安怎讲？恐吓，敢是大声恐吓？嘿。好，了解。好，看行话拢无采工，背倒，伊也毋惊。遐个人大奇怪，其中举倒的即个到尾来信道理，好，信道理出来伫教会。信道理，所以讲伊嘛是声调，毋是第7声，应该是第3声。嘿啊，无怪拄则想讲，听起来怪怪。道理出来伫教会，好，你大了解，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读一遍吼。谈力为着传你即个我咧台步吼，为着传道理，该牧师常常拄着人阻止、计谋甲攻击。总是虽然伫危险的中间，伊也无劣等。有一摆伫三角影伫传道理的时，互一个歹人捡石头十数斤重顶伊，伊也是煞接传。佫一摆伫芒角港千人来拆拜堂，煞为伊。有诶举枪、举镖啊、举刀，也有人背刀入我来，伊也是无走。看行法拢无采工，背刀伊也毋惊。遐个人大奇怪，其中举刀诶一个到尾来信道理，出力伫教会。
来继续。还是我甲迄个三角印记起来。三角印就是三夹啦，吼，即满人讲拢三夹就是三角印。好，了解。我迄工伫即个伫 Clubhouse 和人开讲的时候，我开一个房，就是叫大家介绍讲你譬如讲你所出世、你所大汉的所在安尼，大家咱小介绍一个你上熟悉的所在吼。有一个对三夹来，伊就讲介绍讲三夹较早迄老龟，其实较早是伫卖棺材的啦吼。我唔知呢。我嘛唔知，我迄工听伊讲我唔知是毋是大家定去迄条老街，然后伊讲看伫就是三角印较早是有一条棺材街啊，专门规路咧卖棺材对。可能是因为迄边茶嘛，茶算出来，咱来看一下地图。想说我感觉我会当。我迄种开讲就是真趣味，就是讲会当学着足好诶物件，学着我从来毋知诶物件吼。你若看即个三角印吼，三的土城伫倒位啊？三角区吼。三角区好。我看嘛用安尼好，用即个。不管是用倒一色吼，你拢会当看会到讲即个山，就是即条河，即条我无啥知影即条，反正就是淡水河即条顶楼即撮水吼。是。吼，伫个山要入边对即个，是毋是拄即到位啊？所以你若错茶啥物有无？就放水流到遮，就会使接起来，会当来甲茶糊起来，对水会甲糊起来，会当来处理加工啥有无？所以迄当阵为虾米即个棺材店会当要车，就是我咧摇啦吼，应该是就是因为即个要处理即个茶方便。树啊，错起来要处理即个茶方面，较免运到遮远去嘛，你就踮遮直接做棺材安尼就好。是。这是迄讲一个人甲讲的因讲另外一个人讲伊即个叫做即个我煞袂记吼，即个渊山吼，伊嘛袂晓讲台语，伊嘛毋知讲即渊山因当地人安怎讲，就是讲伊自细汉就定来去遮散步听即个。好，歹势，分享起，互你知影是安尼。真好，好，我看卖，好，三角印三角，好，继续后一段吼。对。好，迄时起欢真夹，起欢是啥物？我嘛毋知。好，来看卖，起欢真夹。常常爱杀人，迄个饲反敢是饲？好，来看卖。无即个词哩。敢是虾米音飘毋对？应该是。可能是青番吧。青番，应该有迄个 NN 的鼻音对无？而且应该是第一条，好，就当作是即个词好啊，青番，好。你若查即个夹字吼，真夹叫夹是啥物夹？第三个解说讲，我有写嘛吼，有看到。路年有插顶真危险，叫做夹。夹土匪真夹，就讲迄个反真夹嘛吼。反真夹真危险。真危险。真多啦吼，反真夹就是真多。青番啦，我相信毋是饲啦，应该是饲啊。青番嘿。第一条佫有鼻音。嘿。土匪真夹。真夹。好，继续吼。青番真夹还是土匪真夹？即个词我嘛是今仔日学着啦吼。袂晓安尼讲。夹，系啊。
哦，是我都咧看迄个夹，迄个解说，是伊嘛是真趣味，有一个上尾字的解说，有讲是无用的意思，是讲真夹，是做靠真无用。真无用吼，系啊，OK OK，完全无想到有即款的意思伫咧吼，真夹，嘛我是真嘛袂晓安尼活漂的讲吼，形容，我嘛袂晓安系啊，尼讲，伊做甲死，伊做甲嘿。死就死，对无？是讲真巧，是个多加，要怎讲？是伊索卡西，伊说甲死，是个多加伊索卡西，就是真讲真夹活跳吼，吼，真夹，真无讲用安尼，真夹，吼，系啊，好，讲真夹，好好起来，好好好起来吼，好，真夹好，常常爱，应该是第三条吼，爱太人，太是，人嘿，好，总是伊也做做拜拜。做摆，去做拜吼，做拜去，应该是去第三条吼，我看嘛后壁什做么意思？做拜去欢去修，哦，去青欢修啦，吼，去欢修，迄个修是啥物？因都无甲人当做人啊，讲巢哦穴，嘿，哇，就无礼貌诶。好，做拜去去欢修应该变掉去嘿，欢修，看欢虾嘿，也捌惯看见看见见，看见歹势好，也捌看见饲欢太人倒来嘿，倒来，嘿，嗯，倒转来的意思，应该是倒来嘿，倒嘿，来倒嘿，来好，有诶挂人头骹人头，人头壳，头壳头壳才对啦，吼，我人头相信太婆，人头壳咱有时爱有一下 imagination 啊，头壳。爱小想者，所以讲系啊，想迄个正开始，所以讲头壳应该是敢安怎写？KHAK 吼，对对对，头壳，嘿对。好，再一个头壳，有时啊，咱好，都家来己爱小较巧啊，我这太薄啊，我这错五读五届去，是啊，好，再一个我甲迄个头壳记起来，嗯，头壳，好，人头壳，安尼就理解啊，好，一摆伫西潭尾，你西潭对，西潭西潭对，嗯，甲伊诶学生伫厝内，互，敢应该是伫厝内，应该是第三条甲轻声伫厝厝内，内对嘿，应该是第三声的厝，嗯，第三声才对，好，对，起来我记起来，伫厝内，嗯。厝内，互饲欢为咧，因伫这个就正卡厝内为但是头歹势啦，我为的，是读做敢是分轻声，调加轻声啦，轻声分调加轻声，迄你是较竖若上的要叫伊调音就变为的，为的哈。毋过竖上咱拢是读嘿啦，轻声吼，我较惯是安尼啦，歹势，读轻声为的，无安尼。学着学惯势的讲对，法真好，为的好，因伫厝内拢无家私，了解。好，学生中间有人大惊，跪地好，嘛是轻声跪地祈祷，了解。伊有跪得祈祷，跪地祈祷，跪地祈祷，我会安尼读啦，我会读做跪得祈祷。跪得祈禱因為後邊有接祈禱，所以愛變掉跪得祈禱。因為我甲跪得變做是敢若一個 adverb 去 modify 祈禱安尼吼，跪得祈禱。好，跪得祈禱，跪得祈禱，伊有安慰因，落尾
安慰因，伊有安慰因。落尾吃饭阁离开，拢无伤害半人。哈，迄个我去查一个，迄个西潭对哈，西潭对了，还是西潭对？我你药是毋是伫苗栗个西潭啊？哦，好，咱来查一个哈，即个台湾古早地名。西潭对。西，伊叫做斯坦地，西就是西北。你伫对查到即个事？Google 西潭对哈，西潭对啊，我因为无多拍白话字，所以我伊用迄个用英语的字母去拍，嘛是找有，该是西潭对。啊，我无看到。伊会使找迄个西潭对啊，加迄个华语的马街。好，安尼就对啦，安尼就是我以为迄个所在无对。对。我有西潭对吼，就是对，就是西潭对。即个所在即摆是伫苗。我家无属的探险，因为我较早有较早有一个教友，伊买迄个顶下，敢若是顶下还是顶中下2本啊3本的即个马街无属日记，但当然是华语版的吼。我拄则我找到一个网页，我搭伫迄个老的迄哪吼。好。你看，迄个有就是一个有人整理起来迄个马街的迄个迄个表无，拢整理迄当阵的地名，甲即卖的地名。是哦。真趣味的，真完整，路长。但是我看袂到呢。看袂到，你嘛是敲开了后，你爱迄个有迄个 continue， 伊有是个 privacy error 对无？privacy 你若是去迄 advanced， 拄则左下角 advanced， 毋是即个advanced， 然后下面后边 continue proceed to 即个所在。OK。应该是中研院的网站，毋过为虾米是有诶因素诶问题。三角影内底拢有讲着一寡地名，即码拢无讲话无讲起来，或者是无人较除非当地人啦、在地人才知啦，无可能在西潭对吼。研究地名历史诶人才知。对，西潭对吼，这是我因为阮较早我伫一个高中当创诶，伊就是对遐来。对苗伫遐，我看。对，伊住伫遐，所以遐诶人嘛，客人啊，所以我才知影有即个所在。无其实即个所在足偏僻，一般人是看毋知。伊佫有一个西潭老街。对，Google 才知影有一个老街，佫有仙草，仙草敢是安尼讲？仙草。看起来袂歹咧，我看。这伫山里的，这你叫啥？你若行这个台山线第3线，这个3号省道。感觉爱家己驶车才有法度去，若是坐公车也是火车，就较无方便。我捌经过。歹记个风景真水。对，好所在，真正是好所在哦。袂歹呢。古早人这是歹所在，这是交通是啦，是啦，无利便的所在啦，交通无利便。对我遮即款无咧塞车的人嘛是无介方便。无利便的所在，但是真正是我足介意这个所在，我都经过。我印象无啥印象啦，我是敢若会记得讲，真正是袂歹的所在，就是真水。所以讲你是因为台湾即嘛人，你若尤其是到拜六礼拜，人规阵啊，我就无爱种所在，我无啥。嘛是，我都无爱出门去。系啊，迄家人。就人气啦。会亏，敢是安尼讲会亏，会亏，会客啦吼，就是。亏，系啊，亏就无意思啊。好，真好。迄就是西潭
队吼，西滩队，西滩队，伊伫遐有设一个教会。啊，你拄是，则看迄地图，你就知吼，就是这是足活，有足活迄个这只应该是苗栗，应该是原来是泰雅族啦吼，泰雅族的迄个，或者就是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因就是住伫这离因足近的啦，哦，哦，西呵呵呵，滩离足近的啦。所以像我迄了，个东创，我迄个客人东创，其实伊嘛生做就就是翻仔面，但是客人。其实我有听过一个讲法，讲迄个客人甲原住，甲即摆咱讲的原住民，其实是有啥物 overlap，有一部分是共款的，就是一部分的客人其实就是原住民，一部分原住民就是客人，就是嘿有听过即个讲法，因讲古早是拢住，因拢住伫山顶，所以讲就是有别的人，但是就会讲就会看到客人，是啥物？我所知影是安尼啦，我所知影，譬如讲，阮新竹即只，我即马即地图你看，阮新竹较早即个竹参番，竹参番就是新竹平埔族吼，较早本来拢住伫遮。歹势无，我卫生大新竹市吼，较早拢住伫即个头前溪即边啊，即只。即个其实阮外妈嘛是即只啦，哦，所以其实我相信阮即本外妈，阮老母那边其实有即个平埔社血统伫。OK， 我即马要讲就是讲，即寡竹参番后来呢，因为即只电来饮水，你敢若看即嘛知影，即只青色吼，即只是蓝蚕吼，即地名即嘛是叫做南啊南亚吼，南啊水蚕吼，即个所在。哦啊，歹势，我问着吼，应该即个位啊，即个位，即条桥在对，我看者即板桥，因为即个位啊吼，相款吼，即是南啊水产即个位啊吼，啊后来即寡竹参番呢，因就决定讲啊，即袂使就定咧饮水，所以因就搬来即只，搬到对面即只吼，即只叫做新社，伫倒位啊，新社伫到位啊，哦，他们是一个祖辈来嘛去吼，搬来即只，就是对拄则讲即只搬来即只，啊后来呢，因个迁徙，都即个关西、新埔即只拢徙对遮来，就是较挖山去啊。啊，所以呢，即只的客人其实和平埔族的血统可能有去透着。哦，是，对，即只的客人都有翻仔面。是，因为阮弟弟因太太，阮就是我的小姊，伊就是关西人，是搁较内山，关西伫倒位啊？新埔关西着较遮，因住伫即个位啊，伊就有翻仔面，足明显的。啊，所以就是你拄则讲，客人是毋是和迄个原住民血统较活？我所知影新竹县即只咧，就是因为和新竹的平埔番可能有透人着安尼。啊，和即个青番吼，歹听啦吼，和即个内山的原住民是毋是透人着？即我就毋知啦吼。我当然你讲有透人着，我嘛无感觉什么意外，因为足近的，足近的。是。好，那个即只。好，继续。讲到迄即个所在，这段敢是读刷拄则看，读刷拄则着拄则是迄个读刷了去看迄个西滩队是虾米所在？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我来读一遍吼。迄时青番真急，常常爱杀人，总是伊也侪摆去青番收看番社，也捌看见青番杀人倒来，有诶赶人头壳。一摆伫西潭底，甲伊诶学生伫厝内。互青番围猎，因伫厝内拢无家私，学生中间有人
大囝跪伫祈祷，伊有安慰因，落尾生番搁离开，拢无伤害半人。好，应该搁有时间读一段吼，后壁一段，好。有啦，到日当读足多嘿。是真好。好，到日本领台迄时，因为有土匪战争的事，教会不止凄惨。所以讲凄惨，这个词有鼻音哦，凄有鼻音。我是毋捌安尼读啦吼，凄惨，但是读鼻音嘛听有啦吼。有好来看卖好啦，读看卖。凄惨敢有？CHHINN 惨。有呢，内底有凄惨。哦呢，凄惨原来有鼻音，好，这个来记起来。我即嘛拢惯势无读鼻音凄惨。就是。有鼻音才会使。音才会使。凄惨，惨，好，好，继续。凄惨的是凄惨考，凄惨落去。来看卖，我找台语的，有凄惨，嘿嘛是应该是演变到后来，就是有受华语影响，就较无鼻音出现。凄惨。讲凄惨无鼻音的，就拢是两千年了后，迄个大华书店才有，才是无鼻音。就讲本地是有鼻音的。嘿。凄。有凄但是艰苦的意思，就是伊就是青有鼻音。咱就读鼻音。要么嘿，读鼻音，嘿啊，读鼻音好啊。好，凄惨，不知凄惨，伊也去，这是什么？去见华山中毒。华山中毒。伊也去见啦吼，迄个应该无迄连字号，无应该写入去吼。伊也去见吼。好啊，我记起来。中毒叫做华山之计嘛，华山之计是什么？台湾中毒第一人嘛。是哦，好，这个人我甲这个人的名拍出来你好，看。看到啊。原来是这个人，这个人是台湾的第一任总督，当然伊的出名毋是台湾总督啦，其实伊敢若无来台湾啦吼。伊是我记得是日俄战争一个主要名将吼，伊这个就有名的这个将军吼。原来安尼。华山之计吼，我感觉早年将军台湾首任总督。好。等下我看卖。中毒，好。伊是带兵来拍台人，对。带兵来拍台湾啦吼。原来是安尼。好。带兵即讲是战争啊，无怪伊就这段头一句就是讲有战争，所以讲就是日本爱来领台的战争。嘿。伊讲的战争是土匪战争的事。毋是伊讲的，毋是含日本战争的事，是土匪战争。土匪战争敢？了解，拍土匪的意思。对，就是迄当阵台湾足乱，治安无好，所以定定有一寡土匪去抢规砖头，你知？抢规砖头就是一气规砖头拢抢完的，迄种规定的啦。了解。好，规定的。好。
好，继续吼，伊就也去见华山总督，好胆对伊讲明侪项，煞请保护教会，以及以及以及庄头的好人。这是以及也是以及？以及及应该是第四条4声才对吼，啊就加第8声。为什么找无咧？以及啊，应该是第8声呢。歹势，应该第8声及格是读做及格，所以应该是第8声。以及好，等一下我甲伊记起来，以及好，安尼了解。因为读的时阵定拢含后壁迄个，后壁连做伙，所以变第8声变第4声，好，以及好好人好。这句话好了解意思啊，好继续。然后应该是应该是第3条又变做第7条啊，好。见乃木总督，好，另外一个总督，好，也是安尼讲。乃木希典。拄则吼，来，咱来看台湾总督。应该有迄个伊的接任，台湾总督。伊敢有出现台湾总督？第1任华山书记吼，第3任叫做乃木希典。乃木希典就是日俄战争吼，罗西亚战争，日本甲罗西亚战争迄个重要一个将军啦吼。好，是了解。甲我伊为台湾总督吼。这最重要的一个将军吼。是乃木总督。乃木总督其实我印象中伊毋捌来台湾。好。毋是讲毋捌来，有无我毋知啦吼。是讲伊伫台湾的时间足短。好。伊拢甲迄个证书拢交互迄个国都新北。后藤新平。是，迄个人就有名。实际上变成讲总督根本就无伫台湾吼，因为去拍日俄战争去啊。去小战啊，无伫厝诶。所以乃木总督吼。乃木总督好，继续看。伊去找乃木总督是嘛，也是安尼讲。好，乃木总督随时爬起来，牵该无书的手，讲我要保护你的教会。好，就 dramatic。好，该无书安心倒来。好，不知欢喜总督的所讲。好，咱了解。遮停啦吼。好。后礼拜再佫继续安尼吼。这段好。咱再佫解说啦，然后有啥问题还是要进一步讨论吼。尤其这故事真趣味吼，伊走去找这个日本总督吼，有人其实一般人要去和日本总督讲话，哪有机会？无法度见面啊。对吧？好，咱后礼拜再来开讲这样代志吼。我所知影吼，好，安尼后礼拜再佫继续啦，因为你后来你煞只来，你佫要上课吼。对，是。好，就后礼拜再会。好，多谢，安安。